大佐。啊，坐。冈崎君，你能搞清楚你和韦景君被困的地方吗？大佐，我们去的时候，眼睛是被蒙住的。我早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。不过，冈崎君并非常人。当年在内部训练的时候，冈崎能听声辨物的能力让我非常震撼。大佐您过奖了。不过当时我的确是留了一些心思的。不过有些环境声音让我无法正确判断我们的位置到底在哪里。我们来香港的时间不长，这可以理解。韦景君伤势太重，先让他好好养伤，让木村协助你去寻找目标地点。嗨。情况怎么样？我让弟兄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找了，没有发现他们的老巢。不过有兄弟反映，他们在找的过程中看到过一辆轿车，轿车上坐的好像就是徐乃娇。也就是说你们没跟上？兄弟们2条腿，哪跑得过人家4个轮啊？为什么不用车呢？弟兄们可是很久都没有拿到经费了，现在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，哪还有闲钱去配车呀？您是不是该向上面反映反映咱们的情况？这事儿我早知道了，只是我现在还不想为了这件事惊动戴局长。咱们不是有船同游吗？我正在寻找下家，如果出手的话，经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我几年都不用求人了。头儿，您不是不知道，那船同游可是赃物啊！这万一上头要是查下来，什么叫不得已而为之呢？如果破坏了日本人的铜计划，将功补过，我相信戴局长是不会怪罪的。站长，所言极是啊。哎，头儿，这同游交易里边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继续追查徐乃娇那边的下落。怎么还有事儿？您能不能
跟给您提供地址那个人说一下，让他多提供点情报，免得弟兄们跟无头苍蝇似的瞎转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有些话就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吐出来，懂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刚启军，往哪边走？左边。左转。是。新太郎，新太郎，小泽，你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呢？我没有到处乱跑呀，我不是好好在这儿坐着吗？生气了？我真的不是乱跑，我只是觉得今天天气不错，就下来透口气儿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你刚经历那么大的风险，现在身上还伤得那么重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呢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不乱跑了，一步都不离开病房。我的伤已经好了，在病房里待着实在是不习惯，我得回到洋行里去。我的伤真的好了。哈，哈！哎呀，你别动了，你伤还没好呢。大佐让我全权负责照顾你，你要想出院，必须经过我的同意，然后再我来请示大佐。那好，那就请小泽现在同意我出院，然后再向大佐申请。哎呀，你总是这么不听话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哎，我们快回去吧，东西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我给你做了好吃的寿司，可是呢，你肯定猜不到是什么寿司。你一定会想，是不是原来我做的火腿寿司啊，或者是鸡肉寿司？
吴经理，哦，合同签好了吗？签了。啊，我给放哪儿了？喂，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华夏保险公司的，请问你们公司需要这方面的业务吗？对不起，我们不需要。小姐，您别挂电话，您就行好。我这边如果再没有业务的话，就要被公司开除了。家里孩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我就希望没有份薪水，给孩子成了母。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需要。哦，在这里。吴经理，你还没签字。哦。以后像这样的合同交给小李就行了，不需要交给我。好的。你去吧。嗯。谢谢。哎，小姐，需要点什么？我自己看看就好了。哎，好的，有事儿您招呼我一声。嗯，好。哎。天亮的伤没什么大碍，你不用再担心了。不过，天亮一直在医院，金井武夫再有什么行动，他无法在第一时间知情。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动静。徐乃娇和重庆那边那位大人物好像消失了一样。把小鬼子赶出中国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还我河山！还我河山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！现在两边就像在下一盘棋，日本人已经先走了一个子，接下来他们要看重庆方面怎么走，而重庆方面十有八九仍然会借你的手，所以现在你这边非常关键，你要随时做好准备。或许从现在开始，天亮更加需要的是你这边的情报。明白。进来。站长，阿牛回来了。站长，都联系好了，今天晚上8点在码头交易。为什么这么着急？人家说了，私自倒卖桐油，逮住就是个死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此人靠得住吗？应该可靠，是我表哥介绍的，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。他介绍的这个买主在南阳生意做得特别的大，据说还是靠大烟起家的，姓唐。姓唐？对。价钱呢？这个数。嗯，是。毛老板，这是我表哥，他已经把事安排好了。好，毛老板，久闻您的大名了。听说你是无所不能啊？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他们人到了吗？啊，到了，里边呢。嗯，走。站住！怎么回事？只能他一个人进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已经跟唐老板联系好了。怎么不让我进了？行了。
在外面等着。毛老板，在下毛志远，不知先生怎么称呼？都说贵人多忘事，这句话放在毛老板身上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毛老板居然把自己的名字都给忘了。你是？哎，毛老板的记忆力真是让人担忧啊！如果党国的要职都在你这样的人身上，那党国的命运堪忧。我给你提个醒吧。民国24年3月14号，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。你是说在阮玲玉女士的葬礼上？在下有幸与毛老板有一面之缘。你是曾平？这样的记性，我就放心多了。放肆！你没事吧？你听听外面，都是为党国效力的自己人。毛老板还是当年那个火爆脾气啊，真让人担忧啊！就你这个脾气，是会坏大事的。我对曾先生还是有所了解的。曾先生，你是怕我坏了你和日本人之间的大事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个明白人，不会为了一船桐油和军统翻脸。怪我不识相，打扰了你和日本人的花前月下。不过，曾先生应该懂得，汪精卫是不会有好结局的。毛老板的耳朵还是很尖呢，什么声音都能听得出来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毛老板这个小道消息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吧？北井幸太郎、冈崎圭佑，哪个才是毛站长的亲密战友呢？2选1。压大还是压小，买定离手。这个赌局还真是有点意思。曾先生做事果然是不同寻常人呢。我想和你交个朋友，不知可否赏脸？其实交朋友就像是赌博，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筹码。曾先生，实话实说吧，眼下本人的筹码，就是你所说的我的亲密战友
如果你我联手，我能告诉你是压大还是压小。如果你想跟金井赌牌，要是能知道他的底牌，岂不稳操胜券吗？好主意。毛老板如此的仗义，但不知赢钱之后想分走多少呢？负责转移头一家的那些人，全都没了消息，就好像是瞬间消失了一样。这个仇我早晚会报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你知道今晚我和曾平谈的是什么吗？头不说，卑职不敢问。我说我要加入他们的和谈。什么？头儿，您这可是在叛国呀，走周福海、丁默村的路啊！我想找个逃脱的机会，要不然今晚咱们都得死在那儿。吓死我了，头儿！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怀疑您的党性。你能这么想很好。头儿，那干脆我们跟他来一个鱼死网破得了。我们向重庆报告，我就不相信戴老板和丁默村是一路人，啊，蒋委员长和汪精卫是一路人。你呀，打打杀杀可以，做事很不成熟。你想过没有？曾平在重庆后面的势力很大，如果我们没有证据的话，事情闹到重庆去，倒霉的是我们。
眼下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，拿到他参与卖国和谈的真凭实据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有话语权。卑职明白。先生，就真的相信毛森能为我们所用吗？毛森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他要是能好好表演，我可以在马戏团给他找碗饭吃；他要是演砸了，随时让他饿死。那我们就真的等着他把那张所谓的底牌给亮出来啊？不，他一定会出老千。我们一定要赶在他的前面，明天就和日本人接触。还是拿吴安娜当炮灰？只要金井武夫不亲口说出和谈2个字，我们跟日本人接触就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贸易。做生意这种事，当然得由我们强华兴业来做了。又是一船桐油，还要再麻烦吴小姐一趟，把这些桐油变成钱。还是日本人？你说呢？也只有日本人敢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只有徐小姐您敢卖。那就麻烦吴小姐了，辛苦。不过这件事好像不太好办呢。说吧，想要几个点？5个点。吴小姐，这是趁火打劫呀！我们之前可是说好了1个点的。哎呀，今非昔比呀，徐小姐。为了这点钱，前些日子我可是陪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。5个百分点。合情合理。如果徐小姐只是心疼这点钱的话，那我也就爱莫能助了。我建议徐小姐最好去请示一下曾先生。
5个百分点，他的胃口不小吗？是啊，他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的。我们绝对不能答应他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应该杀杀他的傲气。他现在不知道谁是老板，真以为自己不可替代。你白痴啊！马上答应他，5个百分点。是，明白了。这是用哪里电话打过来的？吴安娜办公室的。怎么回事？徐小姐回来之后就一直发火，见人就骂，见东西就摔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宝贝儿，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吴安娜哪儿好了？我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冒了多少风险，吃了多少苦，现在这件事也是我先发现的，日本人也是我先联系上的。但吴安娜算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处处都护着她呀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不是看上她了？瞧你这是怎么说的？凭什么给他5个点？他那是贪得无厌。贪得无厌，那是我们需要的本质啊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呀，就是得让他感觉他算个什么，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被我们所利用。讨厌！你别碰我！哎！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想让这个女人掺和进来了。我现在恨不得一枪崩了她。
为何吴安娜？尽快给我找出那2个日本人，谁才是真正的军统间谍？大佐，信太郎来了。大佐、中佐、冈崎君，魏景君，辛苦你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请大佐放心，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。这次韦景君和冈崎君勇闯虎穴，经历了残酷的折磨。你们是帝国的勇士，军人的楷模。金井先生，有位姓吴的小姐找您。让她到我的办公室去。是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请进。金井先生，吴小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坐。谢谢。这是送给韦景先生的，对上次的事情向韦景先生表示道歉，希望金井先生以及2位先生对过往的事情不要太过介意。吴小姐，严重了，请坐。都是误会，鄙人非常渴望与吴小姐及公司交个朋友。那这样就太好了。我这次一来是为了向韦景先生表示歉意，2来是代表公司和金井先生继续进行贸易合作。贸易合作？上次如果不是军统来破坏，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。吴小姐的意思是，那船桐油物归原主了？请相信我们公司的诚意。我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贵公司的诚意，我愿意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再加10%，以完成我们的交易。那真是太感谢您了。明天晚上我在皇家水晶俱乐部有一个派对，届时希望金井先生和2位先生可以大驾光临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定参加。关于桐油交易的事情，我们以后再进行联络。那好，我就不打扰各位了。魏京、冈崎，去送一下吴小姐。哎，吴小姐，请。魏景，把吴小姐的一片心意说好。真是麻烦您了，冈崎先生。跟我就不要客气了。吴小姐，你慢走。好的。吴小姐，慢走。那好，2位就送到这儿吧。咱们明天再会。再会，再会。Thank you.
重庆方面希望和谈的人还真不少。一群党国的败类。抗战初期，他们宣扬什么速胜论，几个会战下来吃了大亏，就彻底没信心了，嘴巴一歪改成亡国论了。我倒是觉得，那个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，倒说的很有道理，那才是党国打赢这场战争的根本基础。原来你在看共产党的书，今天冒险到这儿来，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吗？